儿童节要到咯，卫生福利部最近推出一本故事册《厝流浪是啥个》，要来甲小朋友讨论讲，大家做伙佚佗的时，有可能会去拄到啥物问题，又该应该安怎解决？咱做伙来看卖。就有个小朋友在想，他发现一个溜滑梯了，没有人来玩呢。那这时候溜滑梯是谁的？ 作者伫现场讲故事，用主角手厝流浪的情节来展开，嘛请在场的囡仔大人分享想法，因为伫咱的生活中，这种代志定咧发生。比较不守规矩的情况，可能比如说插队，或者是推挤，或者是从溜滑梯逆向上来，其实都蛮多危险的行为。它里面就来排队，或是大家来分享，或是那其实很多现在邮具上面的设计可以让更多人玩，对。 这本《厝流浪是啥人个》，作者用查某囝的经验发想，讲一个查甫囡仔霸占厝流浪了后，安怎发现甲大家耍才好耍，强调游戏素养、安全分享，嘛用入儿童的游戏权，甚至表演权，互大家去想象要安怎创作出符合咱需求的游戏场。 透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，小朋友可以去发现不同小朋友的需求，然后也可以把这样一个不同的需求也能够来提出来，一起玩更好玩。卫福部表示，所落来会将这本绘本送到全国的小学，未来嘛希望儿童权利公约的其他内容，会当用绘本来呈现。记者调入台台北采访报道。